使用50多吨的安南区公所，因为地脉甲产权的问题，伫短时间内无法度来清刷。进前因为地动嘛做过补强，加上附近的交通停车问题，副议长林炳利建议，看好安昌街一块3000多平的土地，看是毋是用个变更为机关用地，甲警察分局好好来利用。这个区公所40几吨啦，不是咧补强，追照恶意啦。规个拢加减会起会倒去，不是咧骗预算嘛。我听讲安昌街大同新村遐有3000几平，要起第3分局，搁核顺派出所。那么区公所会当找即地，因用2边尔，2000通平，搁有1000通平。因为你区公所伫遐停车无方便啦。你即摆大楼。你看去摇摇摆摆啦，上摆人嘛紧张啦。所以未来安昌街遐迄块3000几平，你会当同警察局好啊利用。迄个所在是住地区呢？稳南里啊，稳南里，安昌街稳南里啊。我意思讲，迄个所在住地区啊，出来起公所咁。安尼拜托大局努力一下啊，因为按市府公布好好处理代志啦。好好处理。咱即摆有几个好选的所在，我才会后来甲副议长报告。区公所的迄个设置的位置，绝对爱互老百姓较方便去洽公，佮伊的生活机能爱有够啦。当然这部分阮拢会考量内底。即摆短期间对安南区公所要安怎何去何从的这部分，因为迄个所在安南区公所正旧的一个所在吼，咱讲这个交通足无方便啦。我也拜托区长第一点去找迄个停车场，第二短期间看应该搁加强来强化它的迄个坚固性啦来就是讲，迄个短期间就是讲，因为伊遐搁有一个图书馆，图书馆台江文化中心遐有一个图书馆，我有甲建议讲，是不是跟文化局这边做个协商，这图书馆2边去合并起来了。遐个会当增加80平的空间起来，互区公所安尼起来时阵，规个区公所的迄个面积和伊的容纳，互迄个同事办公，搁老百姓来洽公，拢非常的即个恰当啦除了关心安南区公所的迁建，另外副议长嘛关心安南区肉品市场的迁移，甲安南区全民运动馆的进度。肉品市场方面，先对善化来增加2条的多载线。预计9月动工，明年完成。而清水部分搁伫个筹办当中。至于安南区全民运动馆，教育局嘛回应，目前已经上网来广告，预计明年3月招标，6月开工，113年的6月就会用来完工使用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